和關機。電源線正負極應正確連接在直流電源，按下電源鍵，開機。開機後首先進行系統初始化和數據檢查，然後進入衛星屏。關機時請按下電源鍵不放鬆，屏幕上會顯示3秒鐘倒計時後自動關機。如果在3秒鐘的倒計時沒有結束時，中途鬆開按鍵，則本次關機操作取消。注：為了避免數據丟失，關機時請使用以上正常關機操作。強制斷電可能會造成正在處理的數據丟失。簡易說明：按鍵說明紅點1鍵，在海圖屏上移動測標，按此鍵即可創建新航點。長按可以自定義序號、名字、圖標、顏色和經緯度來創建航點。航線2鍵，快速創建航線線段。打開測標的狀態下，按此鍵進入快速創建航線線段，移動測標到第一個航點節點位置，按下此鍵。重複以上步驟，創建完所有航點節點，按確定鍵完成。航跡3鍵，打開或關閉航跡。航跡已關閉。長按進入設定航跡顏色窗口。標記4鍵，在海圖屏上移動測標，按此鍵即可創建新標記。標記已設置。長按可以自定義序號、圖示、顏色和經緯度來創建標記。音量5鍵，調整音量大小。F1 6鍵，按此鍵顯示 AIS 船名、AIS 訊息，關閉 AIS 訊息。目標點7鍵，設置目的地導航。在海圖界面上，長按快速進入追蹤船隊窗口，在魚探屏畫面中長按可保存該畫面。航點列表8鍵，打開航點列表，可對航點查詢、修改或設置為目的地等功能。AIS 9鍵，打開 AIS 接收清單。符號鍵，輸入符號。旋轉鍵，畫面旋轉。輸入法鍵，切換輸入法。
確定鍵，確定鍵。返回鍵，返回鍵，返回上一次菜單。菜單鍵，進入或退出菜單。長按進入頁面顯示隱藏窗口，根據用戶需求選擇需要的窗口。測標鍵，打開或關閉測標。歸蹤鍵，使畫面回到本旋位。放大鍵，放大畫面。縮小鍵，縮小畫面。方向鍵，方向鍵。MOB 鍵，以本旋位當前位置緊急導航。色標調製，海底擴大鍵，長按手動消除雜色，可按水深微調上下鍵調節，或手動微調水深，按深度上下鍵調節。長按自動放大水底畫面，或手動放大水底畫面，可按水深微調上下鍵調節，可按深度上下鍵調節。頁面鍵，切換顯示的海圖幕、AIS 屏、魚探屏、衛星屏、羅盤屏、定位幕等。長按切換不同顯示模式：白天模式、夜晚模式、使用者模式、自動模式。深度上鍵，向上手動調節魚探探測刻度。深度下鍵，向下手動調節魚探探測刻度。水深微調上鍵，向上手動微調魚探水深刻度。水深微調下鍵，向下手動微調魚探水深刻度。靈敏度上鍵，向上手動調節魚探的靈敏度、感度。長按可設為自動調節深度及靈敏度。靈敏度下鍵，向下手動調節魚探的靈敏度、感度。SOS 遇險鍵，遇險發送報警資訊。打開 SOS 蓋板，按遇險鍵設置報警次數、報警間隔、報警內容。報警內容包括有人溺水、失火、觸礁、撞船、遭遇颱風、遭遇海盜。電源鍵，開機，短按一下；關機，長按3秒。再見。在頁面狀態，短按一下；
調節亮度設置，左方向鍵、右方向鍵改變亮度，上方向鍵、下方向鍵改變按鍵燈，放大鍵、縮小鍵改變音量。主菜單，菜單基本操作，按菜單鍵進入或退出主菜單管理。進入菜單後，按返回鍵則返回上一級菜單，或退出主菜單管理。菜單內容選擇方法一，按選項前的數位序號。方法二，用方向鍵選擇選項，再按確定鍵確定。海圖屏功能說明：海圖平移及海圖歸中。關掉測標後，按方向鍵可實現海圖平移。按歸中鍵，畫面中心返回原位。縮放海圖，按放大鍵或縮小鍵可縮放海圖，長按可實現連續放大或縮小。旋轉海圖，按旋轉鍵可顯示海圖旋轉，方向分為東南西北和航向 H 向上5個方向。拖動測標及測標歸中，按測標鍵，再按方向鍵可移動測標到任意位置。按歸中鍵，測標返回旋位位置。按測標鍵取消測標並返回本旋位。目的地導航，在目的地創建多個航點，然後連接這些航點成為航線，依照航點為目的地導航。目的地已設置完成。依照成為目的地導航，為航線導航。依照游標為目的地導航，為游標導航。目的地已設置完成。按目標點7鍵，可選擇航點名稱、航向號、標記號、游標導航。海圖魚探分屏 STC 海浪抑制操作。菜單魚探 STC 調節等級，第1檔至第5檔由弱到強。FSP 魚探屏上螢幕波形滾動的速度，調節等級。魚探消除雜色功能，按色標調製海底擴大鍵，屏幕顯示手動消除雜色，再按水深微調上下鍵調節。海圖魚探分屏角線，按符號鍵、輸入鍵調節顯示比例。魚探屏，按頁面鍵選擇進入魚探屏，可以再長按色標調製海底擴大鍵，再長按色標調製海底擴大鍵。
為手動擴大模式，再按水深微調上下鍵調節擴大範圍，按深度上下鍵可手動調節魚探測刻度。手動 M、自動 A 調節魚探的靈敏度，通常在深水中使用較高的靈敏度，在淺水中使用較低的靈敏度。靈敏度的調節範圍在0至40。手動 M 手動調節控制接收器的靈敏度，一般靈敏度越高，雜波越多。按靈敏度上鍵或下鍵調節。自動 A 自動調節靈敏度，需要長按靈敏度上鍵。AIS 屏顯示儀器中接收的 AIS 目標數據。羅盤屏顯示本船的行駛方向及其他一些重要參數。衛星屏顯示衛星接收情況。定位屏顯示定位資訊。公路屏預定航線、起始點與目的地的連線。頁面選擇方式，方塊選擇方式。按頁面鍵後，再用方向鍵選擇，再按確定鍵選取需要頁面。海圖上快速創建航點，按方向鍵移動測標到要生成航點的地方，按航點1鍵即自動生成一個航點。航點已設置。海圖上快速編輯刪除航點，移動測標到航點上。當該航點上出現一個紅圈時，按確定鍵出現以下選項：導航，以該點為目的地導航；更改航點的名稱、顏色、圖示、保護所、經緯度。保護所使用者可以對重要的航行數據添加保護所。刪除該航點。注意，開啟保護所的航點或被航線選中的航點不能刪除。移動，把航點從一個點移到另一個點上。航點功能表操作介紹。菜單內創建航路點，按菜單鍵航點詳細列表，選中新建彈出航點編輯框。編輯完成後，選擇確定創建航點成功。在游標打開狀態下，經緯度預設為游標位置；游標關閉狀態下，經緯度預設為本船位置。菜單內修改航路點，按菜單鍵航點詳細列表，光標選中需要編輯的航點，
按目標點7鍵設置該點位置導航。按菜單鍵航點詳細列表，光標選中需要編輯的航點，按航點1鍵跳轉到該點海圖中的位置。菜單內刪除航路點，按菜單鍵航點刪除航點，單個刪除。輸入航點序號後，再按確定鍵，顯示提示窗口。選中後按確定鍵，即可刪除該航點。注：在刪除單個航點時，如果要刪除的航點已被航線使用，須先刪除該航線後，才可刪除此航點。全部刪除，刪除所有未加保護，刪除所有包含加保護密碼0000。刪除全部航點時，同時也會刪除航線數據。海圖屏上快速設置航線操作如下：在打開測標的狀態下，按航線2鍵進入開始快速設置航線，移動測標，創建2個以上的航點，重複以上步驟，創建完所有航點，按確定鍵完成創建。航線已設置完成。航線菜單操作介紹：菜單內創建航線，按菜單鍵航線，航線列表，選中新鍵進入航線編輯界面。輸入完名稱後，按方向鍵下逐個輸入航點序號。輸入完成後，光標移動到確定，並按下確定鍵，創建完成。菜單內編輯航線，按菜單鍵航線，航線列表，可查看航線資訊。按方向鍵移動到航線上，確定鍵可對航線進行修改。刪除航線，按菜單鍵航線刪除航線，刪除單個航線或刪除所有的航線。全部刪除，刪除所有未加保護，刪除所有包含加保護密碼0000。變更航點，按菜單鍵航線變更航點。航點變更用於在航線導航時，預先進入下一航點或返回到上一航點。海圖航跡操作介紹：海圖上快速設置航跡開關和切換顏色段。在海圖屏按
航跡3件，打開或關閉航跡記錄。在海圖屏長按航跡3件，切換航跡顏色。菜單上快速操作航跡，切換航跡記錄，按菜單鍵，航跡菜單，設置航跡，游標移動到當前航跡欄，輸入序號，按確定鍵即可切換。設置航跡的開關和記錄間隔。設置航跡的開關，按菜單鍵，航跡，設置航跡，光標移動到顯示，按確定鍵切換顯示開或關。設置航跡的記錄間隔，光標移動到間隔默認為間隔記錄0.03 nm 顯示和隱藏航跡。按菜單鍵，航跡，設置航跡，光標移動至顯示欄，按確定鍵即可切換設置。刪除全部航跡，按菜單鍵，航跡，航跡列表功能表中，光標選中須刪除的航跡，按歸中鍵刪除該航跡。按菜單鍵，航跡，刪除航跡，選中全部刪除，即刪除全部航跡。刪除所有未加保護，刪除所有包含加保護密碼0000。海圖上創建標記，游標未打開時，短按標記4件，在本船位置打下標記，長按標記4件，彈出標記編輯對話框，默認經緯度為本船位置，編輯完標記的屬性，按確定鍵。游標打開時，短按標記4件，在游標位置打下標記，長按標記4件，彈出標記編輯對話框，默認經緯度為游標位置，編輯完標記的屬性，按確定鍵。海圖上快速導航，編輯刪除移動標記，在菜單中快速編輯標記，按菜單鍵，標記，標記列表，按方向鍵選中要修改的標記後，按確定鍵彈出航點編輯框。刪除標記，單個刪除標記，按菜單鍵，標記，刪除標記，在單個刪除對話框裡輸入名稱，刪除標記。刪除全部標記，按菜單鍵，標記，刪除標記，光標移動到全部刪除，
按確定鍵，即可刪除所有行點，刪除所有未加保護，刪除所有包含加保護密碼0000。海圖設置，設置海圖顯示顏色，按菜單鍵，海圖顯示設置海顏色，海圖顏色，設置大海的顯示顏色，按菜單鍵，海圖面顏色，面顏色，設置陸地、沙灘、淺水、次淺水、深水的顯示顏色，水深點設置，按菜單鍵，海圖水深點設置，可設置淺水海域水深點的顏色，以便用戶分辨淺水區域水深點單位米、英尺、英尋，淺水點值最大可設置為99，淺水點顏色黑色或其他色。報警，按菜單鍵，報警。到達報警，當進行目的地導航時，將接近目的地一定範圍時，發出報警。右邊可設置接近的報警值，偏航報警。當進行目的地導航時，船在行駛過程中偏離預定航線一定距離時，發出報警。右邊可設置偏航報警值。疑鬧報警，當船隻靜止停泊時，船隻離開停泊點一定範圍時，發出報警。右邊可設置離開距離的報警值。注：當打開疑鬧報警之後，達到報警和偏航報警會自動關閉。超速報警，當進行目的地導航時，船隻超速，發出報警。AIS 距離報警，當船隻快要跟其他船隻發生會遇時，機器發出報警。右邊可設置兩船距離的報警值和兩船距離時間的設置。AIS 會遇報警，當船隻快要跟其他船隻發生會遇時，機器發出報警。右邊可設置 DCPA 警值和兩船相距時間的設置。平滑功能，按菜單鍵，平滑。此方面設置須根據經驗設置。速度平滑，只在設定時間範圍內取速度平均值的緩衝設置。平滑值越大，速度變化越平穩。航向平滑，只在設定時間範圍內取角度變化的平均值的緩衝設置。平滑值設得越大，角度變化越平穩，則即時角度變化不靈敏。此方面設置須根據經驗設置。
AIS 設置基本設置，按菜單鍵 AIS 基本設置。接收消息顯示打開、關閉。報警訊息顯示打開、關閉。報警語音打開、關閉。間隔20秒。靠近報警旋律漁船會遇報警旋律所有船型。船隻消失時限指該船沒發出訊息的情況下，船隻在螢幕上消失的時間。GPS 模塊波特率9600。AIS 類別 B 類船。AIS 模式設置收發只收顯示設置，按菜單鍵 AIS 目標顯示。設置 AIS 目標船隻在海圖幕上的顯示顏色可設置按 AIS 類別來分類，或者按照船速分類，或按船舶類型來分類顏色顯示。改變 AIS 目標的形狀，空心或實心顯示。船頭線的顯示方式 AIS 文字訊息的顯示模式，透明還是正常顯示。開關 AIS 目標的顯示內容包括船名、MMSI、國旗等。動態設置按菜單鍵 AIS 動態訊息，可對本船的動態訊息進行查看和修改。MMSI 設置按菜單鍵 AIS MMSI 設置。MMSI 欄內首先輸入數字412，再用機器背後印有序列號的最後6位數字來輸入，如例子為909418。最後將柔光標移到設置後，按確定鍵。系統要求輸入密碼為201011。AIS 特定船舶報警，為了避免一些特殊船舶靠近，設置報警距離進行警告，可設置100條特定船舶報警。進入時需要身份驗證，原始密碼為0000。菜單中添加特定船舶報警，按菜單鍵 AIS 特定船舶報警，輸入密碼後進入到列表中。光標移至新鍵，按確定鍵彈出。編輯窗口可以改變報警距離、報警開關。設置完成後，光標移至確定，按確定鍵即可創建一個新的特定船舶報警。關閉特定船舶報警，按菜單鍵 AIS 特定船舶報警，
輸入密碼後進入到列表中。光標移至須停止記錄的船舶中，按確定鍵，彈出編輯窗口，選中報警開關欄，選擇關閉。設置完成後，光標移至確定，刪除特定船舶報警，按菜單鍵 AIS 特定船舶報警，輸入密碼後進入到列表中。光標選中一個報警記錄，歸中鍵刪除該條船舶報警，按縮小鍵刪除所有特定船舶報警記錄。線段預設設置，按菜單鍵，線段區域設置線段，按確定鍵進入線段區域設置窗口，建立線段區域，在海圖中快速創建線段，按測標鍵，長按航線2鍵，選擇快速創建線段，快速創建區域，按確定鍵。這時移動游標，按航線2添加新的節點。當添加完全部的節點後，按確定鍵彈出對話框。進入編輯對話框，可以修改線段的屬性。游標移至確定，按確定鍵完成線段的建立。線段至少需要2個以上節點，區域最少需要3個以上的節點。修改線段區域，按菜單鍵，線段區域，線段列表區域列表，選中任意一條線段，按確定鍵進入編輯對話框，修改或添加新節點坐標。修設節點屬性，設置完成後，光標移至確定，按確定鍵修改完成。刪除線段區域，按菜單鍵，線段區域。刪除線段，刪除區域，可以輸入序號，刪除對應的線段區域，或選擇全部刪除所有線段，刪除所有未加保護，刪除所有包含加保護，密碼0000。
魚探菜單功能 STC 可調節水面氣泡對聲納探測的影響。STC 等級第1檔至第5檔，由弱至強。基本設置魚探板頻率模式200 kHz 顯示高頻。魚探設置魚探的開關背景色設置魚探背景色藍、黑、白畫面速度可設置魚探畫面的速度，取值越大，速度快。消除雜色，減少魚探屏的雜色顯示。調節等級 Off 關 Level 1至4，由弱到強。水深單位米英尺，1英尺等於0.305米。英沉1英沉等於1.829米。波形顯示設置波形顯示情況開關，用於探測波形濾波。自動量程範圍30、50、100、200、300、500。發射脈衝寬度短、正常、長。濾波關、低、中、高。海底擴大海底擴大關閉自動擴大手動擴大擴大倍數2、4、8。自動增益調節自動增益的高中低。魚探報警魚群報警打開關閉。淺水報警開關及報警值。深水報警開關及報警值。畫面列表查看保存的魚探畫面，按歸中鍵刪除單個畫面，按縮小鍵刪除全部畫面。回放列表錄製打開關閉。模式自動覆蓋記滿停止。其他潮汐表在游標未打開狀態打開潮汐表時，應顯示離本船位置最近港口的潮汐資訊。按菜單鍵其他潮汐查詢當地潮汐預測，按確定鍵進入潮汐表畫面，在游標打開狀態打開潮汐表時，潮汐表頁面顯示離游標位置最近港口的潮汐資訊。洋流按菜單鍵其他潮汐查詢當地洋流預測，按確定鍵進入洋流表畫面。圖中洋流顏色綠色0至0.5節，黃色0.5至1.0節，粉紅
1.0 至 2.0 節，大雄2.0 節以上。海圖界面移動游標到洋流上，彈出該洋流當前簡易資訊，再按下確定鍵，彈出當前洋流數據表。屏幕測距，按菜單鍵，其他。屏幕測距，按確定鍵跳到海圖界面。移動游標可以顯示測試點至當前游標位置的距離和方位。按確定鍵重新設定新的屏幕的測試點，再次移動游標，則顯示新測試點至當前游標位置的距離和方位。按返回鍵退出此功能。查詢系統版本，菜單鍵，其他版本信息，查看當前機器的版本信息。經緯線與魚，按菜單鍵，海圖顯示設置經緯線，可設置經緯線開關。按魚區線，可設置魚區線開關。注：經緯線與魚區線不可同時開啟。F1 自定義按鍵設置，按菜單鍵，其他。系統設置 F1 功能，使用者自定義按鍵功能，可設置為潮汐表、搜星頁面、位置頁面、AIS 頁面、AIS 目標顯示。系統設置亮度和音量調節，短按開機鍵，彈出調節窗口。在此窗口中，可以調節 LCD 背光亮度、按鍵燈亮度和音量大小。串口輸出，按菜單鍵，其他。串口輸出，設置串口輸出的數據。設置時差，按菜單鍵，其他。系統設置時差，對當地時間的補差，按方向鍵上下設置正負值。設定日期格式和時間格式，按菜單鍵，其他。系統設置日期格式年、月、日、日、月、年、月、日、年。設置顯示時間格式12小時制、24小時制。系統還原，按菜單鍵，其他。系統還原，菜單設置恢復默認，按確定鍵選擇確定。恢復出廠設置，按確定鍵選擇後輸入密碼0000。注：將系統還原到出廠設置，恢復出廠設置將丟失所有數據。數據對傳，由機器至 SD 卡，在機身插入 SD 卡，按電源鍵，短按一下開機。
按菜單鍵其他數據對傳，將 SD 卡轉換成3代數據卡。系統完成後會自動關機，之後再按電源鍵短按一下開機。SD 卡已經格式化成順行3代數據卡，按菜單鍵其他數據對傳，使用通過 SD 卡導入匯出數據，選擇格式順行，選擇數據行點、行線、行跡、標記、線段，選擇機器 SD 卡，選擇覆蓋方式，選擇確定後按確定鍵確定後顯示寫入完成。